大可乐的危害健康，药味嘛是一款判断的标准哦。国健署是指出讲，40岁以上的民众有超过1/3拢有代谢症候群，有将近50%以上错咯。所以建议查甫人的药味哦，上好是莫超过90公分，查某人就莫超过80公分较健康。现代人食到真青草，有人压力大就会食好料消透压力。根据国健署分析，最近这5年的健保服务资料，发现40岁以上的民众超过1/3有代谢症候群，也佫有尾晚50的人药伤过粗。正常的腰围建议查甫袂当超过90公分，查某袂当超过80公分。从3年前办代谢症候群的防治计划的所有40万的民众当中，我们也发现说，代谢症候群的5项指标当中，这40万人有80%，有8个，就是都是腰围超标。有医生嘛提出予腰围变细的5个方法，建议民众爱定期量腰围，嘛爱注意食的健康，搁爱逐礼拜运动150分钟，戒烟戒酒，定期做身体检查。压力没有控制好，常常你就暴饮暴食，不健康的行为就会跑出来。另外，压力也会导致我们的代谢异常，血糖增加。另外，烟酒本来就是我们三高很重要的风险，酒精更是会影响我们的脂质代谢，本身的热量也非常高。国健署嘛建议民众定期量腰围、量血压、血糖，若发现数字超过标准，就要进一步去找医生做治疗。记者陈心彤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